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敢来我这儿啊？哎呀，外面搜的是青龙会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晓得外面在四处搜捕，你还敢来我这儿？我们可是一直都给您办事儿呢，那关键时刻不来找您找谁呀？不管你们干什么，我可不参与啊！哟，您消息可真灵通。今夜子时，全城行动。今夜，咋没人通知我呀？我这不来通知您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干的事，我不参与。哎呀，没让您参与。柯爷说了，你出钱，我们办事儿，绝不牵连啊。你们这次要多少？这次呢，不要钱，要枪。枪？我哪儿给你们弄去啊？哎，您不是有个团练吗？听说他们的武器，您可是花了大价钱购置的。那是我护家院的。哎呀，得了，柯爷可是放话了啊！要是你不肯帮这个忙，那到时候有没有暴民冲进来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们敢？你说呢？干什么的？聚宝馆应该也是，记下。这聚宝馆应该是个赌坊，就在城南阳春街的一条巷子里。哥哥，您记着点啊，我也是为您出过力的。怎么，你还想讨赏？不是，我只求你留你命还不够。够了。现在找到几处了？迷香楼、仙客居饭店、兰台酒家、乐天居客栈，还有这个聚宝馆赌坊5家了。哎，哥哥，您可跟都统大人多美言几句，曹某人已经鞠躬尽瘁了呀。正想找你们呢，送上门来了。2个全杀了！哎呦！
有一队兵被抹了脖子，在哪儿？东城永宁街，发现尸体的时候还是温的。那条老街没什么人，所以不知道凶手是谁。现在敢当街袭击官兵，肯定是他。文狗，还要多少人？20个人，剩下的都去搜查。全部带上，跟我去永宁街。好嘞。等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保护我的人都带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擒贼先且亡这句话没听说过吗？只要抓到了小柯，一切都没事。自己掂量。你怎么确定小柯一定躲在永宁街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躲？万一他是在调虎离山呢？你们一走，他们就带人攻占县衙，怎么办？不是哥，你现在管这个女的干什么？咱赶紧走吧。管我做什么？别忘了你自己来这儿的任务。哥，还有一些兵可以调用，那些乡绅都有自己的团练，可以先借调过来保护县衙。我明白。肯爷、新闻狗，乡绅那边交给你们。明白，没问题。斯坦瓦克纳，我只带10人去永宁街，剩下的人跟着你们一起保护好县衙。好，明白。走，走，走。快一点，老爷吩咐了，把枪手都放在车上。两位大人屈尊光临陋室，蓬荜生辉，里面请。2人1队，挨家挨户搜，有任何问题，鸣枪示警。遵命。2人1队，挨家挨户搜。是。哎，你不觉得这味儿特熟悉吗？没有啊。不对，这味儿我太熟悉了。枪药。哎，二位大人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二位大人。刘局长，这马车怎么回事？您要走啊？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！怎么，您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哎呦，这不之前听说了吗？青龙会的总堂被端了，小寇也跑了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就想出去躲躲风头嘛。那我们剿灭青龙会，跟刘举人要离开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小柯说他们要起事，我劝不了他，我只好离开。哎，刘举人，那您准备去哪儿啊？准备到乡下老家去躲一躲。闪开！刘局人，这个怎么解释啊？来人呐！别！跑啊！不跑了。不跑那就说说吧，这箱军火怎么回事？是小寇，你要给他们提供军火？哎呦，我没有办法呀，我不给他，他就杀我全家呀。你要把枪给他送到哪儿？去保管。什么时间？今晚8点。要进大牢，看紧了。怎么样？走。那哥哥，我呢？现在没工夫管你，回头再说。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不是青龙会的人吗？他带人去堂口杀我，这说明我的判断是对的。青龙会的产业都在上面，小柯他们应该藏在其中一处。
仙客居已经搜过了，剩下的还有4处。4处地方，我们哪有那么多人手啊？我们这就剩下10个兵力，加上衙役和玛丽的保镖，也就不到30人。再派人出去，我怕真的会被小柯端了老窝。好，瓦格纳，那我们就问出来。不过这个人骨头很硬，你能想办法让他开口吗？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嗯。想让我开口，门儿都没有！有种，你弄死我！嗯，是条好汉。你他娘的唬谁呢？老子什么样的刑讯没见过？哼，就这小刀，吓唬不住我。疼痛的层级跟伤口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见过从这里拔出来的吗？当然了，这还不是最疼的。如果这都没办法让你开口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我一直想尝试来着。当然了，我也有可能是在唬你。要不要赌一把？你现在告诉我实话呢，还是我自己来找？说，不说是吧？好，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。找到了。我在账本里查到了5个地址，其中就有聚宝馆，和瓦格纳审讯的结果相吻合。刘举人要送的武器也是要送往那儿，3方线索都指向聚宝馆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现在7点15分，武器原定8点送到，这是个好机会。你是想要利用刘举人骗开聚宝馆的大门？现在还不知道阿义他们被关在哪儿，如果突然袭击的话，风险太大了。聚宝馆共有3进院子，前院是赌档，中院有个2层小楼，旁边是侧门，供车马出入，后院则是平房，应该是仓库和厨房之类。按照这个布局，阿义他们很可能被关押在后院。刘举人在哪儿？在后院，温狗看着呢。那你去告诉温狗，让温狗装成家丁，押着刘举人前去送枪。好，那我们就趁开门卸货的时候摸进去。我带着43，首要任务是解救人质。
一旦得手，鸣枪为计，正式展开抓捕。这次我一定要亲手抓住小柯。 快点吧！听好了啊，听见我说饿了，就带着可以进去。行。 姓刘的快到了，你出去迎一下。明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带些人手，注意一下外面的情况。好。快把我放了！你绑我干什么？姐，饿了吧？我不饿。你想干嘛呀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明白。我去给你弄吃的。你根本就不想行动，你也不关心民众，你就是为了钱。姐，我为了咱姐俩能有好日子过，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？ 你怎么能？我怎么不能？你要干嘛？姐，从小咱俩就吃苦，受人欺负。咱们是穷，但穷是咱俩的错吗？现如今你弟我好不容易我爬上来，我有钱了。 那些钱我为什么不能要？那些钱都是我应得的。姐，我告诉你，我小柯只要活一天，我就必须活出个人样来。我要让那些欺负过咱俩的人都知道，但凡欺负过咱们的，都要让他们10倍的、100倍的、1000倍的、10000倍的给我还回来。姐。 你听我说，你相信我。等一切结束之后，咱们就有钱了。有了钱之后，弟弟就带你离开这儿，咱们去个好地方，咱们盖个大房子，咱们舒舒服服的过下半辈子。姐，姐，你要等我呀。 姐就明白，姐以后再也不逼你了。但是你先把姐给放了，好吗？姐，我肯定能放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姐，对不起，你再受点委屈吧。不要！姐，姐听话，姐，来。姐，
你好好睡一觉，等你睡醒了，弟弟就带你离开这儿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姐。走。刘局，一会儿见了面怎么说，自己看着办啊。原本只说把动静闹大点，这回真要干。没事儿，咱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机灵点就行了。大哥，咱也没古精，犯不上拼命。嘘，小点声。快点啊！来，快，都跟上啊！快，跟上！
们已经包围了这里，等救出你们就开始抓捕。玉树姑娘，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，你可千万不要伤害他们。 玉初姑娘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周先生，你们先走，我留下来帮帮他们。用不着你。周觉，玉斌还在县衙等着你。这个，还给你。走吧。 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走！弟兄们，抄家伙跟我来！快！
人呢？跑了。芳儿，我问你，小柯还有没有别的藏身地？我不知道。回去再审也不迟。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9点去你那儿开会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现在大概有多少人？我这边铁路工有200多个人，老苏头那边也来了200多人，合计有400多，还有很多人陆陆续续正在赶过来。海让呢？辛苦你们了。不过咱们的行动怕是要提前了。提前？为什么？我的聚宝管被清明给端了，我的兄弟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我自己逃出来了。那芳姐的……不说这些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那提前到几点？晚上10点。还是铁路公司吗？不，这回咱们去县衙。县衙？那家洋鬼子现在撤到县衙了，你们2个马上去通知韩东子，我现在通知张杰。晚上10点，咱们县衙门口见。好。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，怪瘆人的。不行，我就得看着你，不然你一转眼就跑没了。嘿，雨初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周先生和黎叔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阿义他们倒是已经回来了，我继续在这里等，你们去看看他。啊，走。阿姨，你们抓到小康没有？让他跑了。玉初，你让一下，我给阿姨检查。啊。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，我估计只是轻微的脑震荡，好好休养一下就好了。还好，伤口也不用缝针。阿姨，听说你救了43，这小子不好意思告诉你，让我来转告你一声，谢了。大家都是兄弟，真啰嗦。小柯置你的生死于不顾，你为什么还护着他？你就当他死了。新军明天就进城了，如果民众起事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我只知道，青龙会在纳南城，一共有5处产业，除了聚宝馆，还有仙客居、迷香楼、乐天居、兰台酒家，这些我都知道了。聚宝馆也已经报了。小柯绝对不会蠢到躲进其他几个地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除了不知道，还会说其他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芳儿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姐，有件事想问问你。你说吧。那个黎叔，我总觉得他怪怪的，好像之前在哪儿见过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而且他身手那么好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阿姨。怎么了？周觉呢？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？他跟黎叔一起去找维权会各方代表。找代表？为什么？周先生担心小柯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即使小柯被抓了，起事依旧可能会发生。
所以他去找各方代表，说服他们放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很有可能不是去劝阻他们，而是去领导他们呢？不可能，周先生不是那样的人。周决，贺鹏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听我说，请你们暂时不要行动。你说不行动就不行动，那你问问我身后的兄弟们，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大家冷静一下，你们真的不能去。贺鹏，眼下新军马上就到纳南城下了，这时候去一定会撞到他们枪口。我问你，你忍心让咱们这些兄弟白白去送死吗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是钱大人亲口告诉我的。钱大人，哼！所以你作为交换条件，就把青龙会的藏身之术告诉他们。你误会了，周决，你几次三番说让我们忍让，说帮助我们，可到头来洋人1分钱都没有退，还伙同官府剿灭了青龙会。不是的，这些都是小柯搞的鬼，你们都被他利用了。周决啊，周决！到今天我可算看清楚了，你周决就是蜻蜓养的一条狗。他们听不进去，往前走。还想走？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李叔，不要伤害他们。上！快走！张姐，咱们现在大概有多少人？大概能召集200多人。好，很好。这样，你组织一下大家，晚上10点，带着大家冲击县衙。10点，可是我们这边人都还没到齐。没关系，咱们能召集多少人手就用多少人手。情况有变，孙健已经带着工友们出发了。那好，都听你的。众人士气很年高，我相信，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够成功的攻破县衙。那好，那晚上10点，咱们县衙门口见。好，好。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让我去审方儿。现在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。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相信他了？不然呢？我比你更了解方儿，不是吗？大人，这2人说要见您。李叔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我找到了工人代表，原本想劝他们放弃，没想到他们已经完全被小柯蛊惑，反而想杀了我们。对了，崇立明，那些民众已经往这边聚过来了。他们的起事提前了。宇初，集合兵力保护大门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激化矛盾。青春与腐蚀中开张，绯红的颜色，时间不曾对谁擦印，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，面对我，我懂你身不由己。拥抱停格在转身间，总有新的遥感。话语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，背对世界，面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。如梦浮生。
被现实撕裂又缝合。我拱手，余生的云交锋，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。临行前只剩一首，却歌。